还有一类的题目是描述叙事类，包含请你用口语描述或介绍某一个人物特色，或者你要在题目的情境中说明你的规划策略如何应变，或者请你陈述做某一件事的动机或理由等等。首先，我们来练习人物特色描述的回答模式。对象可是题目要求说明你们关系，加上它的特征1、特征2、特征3。请你用记忆法了解你最好的朋友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晚上一个同學按到下面，佢上到前個大木匠，前位打籃球，係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再多练习一题，请你用記憶法留下面了解你的同學阿里，佢做班長。套用回答模式后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回答：阿里係我呢班嘅班長，佢嘅頭腦唔清楚，做事情當認真，係我到班上最好嘅朋友。我们还可以这样回答：阿里係我呢班嘅太上蓋，佢講話當誠實，創透老人聽手，係我到班上最好強下爽嘅朋友。